做咗20年助產士嘅周姑娘，睇住呢年嚟有幾多 BB 喺度出世。舊年生500幾個呢，咁我而家今年1月份我都往屯門列車即將開出，前往屯門列車已經預計呢一個產房位咧，每日有10幾個 BB 出世，但係由上年年中到而家，每一日都有20幾個 BB 出世。8個產房都經常爆滿，走廊都要加床。如果萬一真係冇房啦，咁有機會咧，會喺呢度，有機會喺呢一度產房時常用咧，呢1年呢2年咧真係用得好多咯嚇。咁最近嗰時幾時？最近間都有。病床可以加，但人手就冇得加。產房50幾個助產士，今年已經走咗5個。請勿靠近餐櫃，請不要趕緊出門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doors。咁都唔緊要，我自己照顧開嘅病人，咁所以佢要生嘅時候，佢需要用個產險，咁佢有需要嘅時候，你就翻嚟叫佢醫生生。而家啲同事就已經係做到好辛苦，所以我哋先至可以維持到而家嗰個病房裏邊長期爆滿嘅。咁再加上咧就你個排房嘅人數少咗嘅，咁一定係影響嗰個質素㗎。問題亦都直接影響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，有時私家醫院打嚟要求轉危急 BB 過嚟，都要拒絕。我哋常常都會覺得講出病假啦，你檢錯乜冇乜咁有時你聽講出咗未收到嘅，收唔到外邊嘅病人就算唔到我哋，因為已經下一站尖東，乘客可在該站往尖沙咀站轉乘荃灣線。下一站尖東。